赞美你。靠你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愿你将属天的喜乐赏赐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愿你也悦纳我们感谢和赞美的祭。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恩都在我们的当中。所有的设备、器械、安排、人员的运动都为你所使用，所有的一切的工作都归荣耀给上帝。愿你施恩来带领，也纪念保守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都十分的平安。他们无论在工作、读书，在任何地方，愿你恩待他们，保守他们十分的蒙恩。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你的坛前，愿你悦纳。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请听上帝的话，诗篇43篇第1节跟第2节。上帝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上帝。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今天是大斋节第5个主日的主日崇拜，求主保守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从头到尾都顺利，也求你开我们的耳朵，得到来自天上的信息，并且有主你的看顾，日日与我们同行。我们献上感谢与赞美，愿荣耀归给你。祷告不费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打开新灵粮诗选第79首《千古宝藏》，我们一起来
赞美我们的天父，请起立。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犹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和公之教会，我信圣体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130篇，旧约658页，由我来诵读上半节，会众弟兄们、姐妹们诵读下半节。耶和华呀，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呀，你若究察罪孽，但在你有赦免之恩，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以色列呀，你当仰望耶和华。
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以救赎罪罪脱离一切的罪孽。公道，我们来为以下的事项来祷告。首先，我们为中东的国家黎巴嫩来祷告。从以色列对伊朗开战不久之后，也开始空袭黎巴嫩。我们知道现在黎巴嫩的状态跟加沙地区的这个情况非常相似，所以我们愿主耶稣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生活文化当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第二，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北山教区、桃园的成功布道所，在那边服侍的 Elma 还有 Richard 来祷告，愿他们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同工合一，身心健康。我们也为即将来的春夏季节来临，台湾有足够的雨水，使土地能够得到滋润，以及万物生长来祷告。我们更为各级地方行政首长及公务人员能够制定好的政策以及管理来祷告。我们一起同诵主祷文。在天上的父，愿能够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今天的经课，我们请苏秉存弟兄来为我们攻读。平安。本周第一经课于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37章1至14节，教会圣经963页。以西结书第37章1至14节，由我来为各位攻读。第1节起，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呀，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
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二经课于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8章6至11节，教会圣经170页，罗马书第8章6至11节。第6节起，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以上是神的话。今天的正道经文在彼得前书第2章1到10节，由我来诵读。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上帝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献诗，我们请诗班来为我们献祭。今天的诗歌是他拯救我。
诗班为我们献上馨香的祭。正道，以下的时间，我们交由蔡一文牧师为我们来正道，传讲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讲台的主题是珍惜上帝的拣选。蔡牧师，请。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带领主日，主所定的圣日，我们一起带着快乐的心情来敬拜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献上感恩，何等欢喜！我们在主的殿中与众弟兄姐妹同心的敬拜，求圣灵引领。求主赐下生命的灵粮，生命的活水，好叫我们得着饱足。求圣灵引领，师父带领今天早上的敬拜，从头到末了，主您掌王权，居首位。这样的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每一天，我们都应当有一个灵修的生活。那用主的话，每天用主的话来领受，来反省，因为我们所言所行难免有过错。我记得今天的主题是珍惜上帝的拣选。我记得我在报考圣光神学院除了笔试之外，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口试。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有三个老师，其中一个是院长李荣辉院长他们分别问了3个问题那第一个我蒙召的经文在哪里？我马上跟他说诗篇39篇第7节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盼望，我的指望在乎你。这是我从祷告中领受上帝呼召我成为全职的侍奉。第二个老师他问我因为我要报考的时候口试要带师母，我太太去，我太太坐我旁边第二个老师问说你的太太同不同意？我印象很深刻师母就看着我看着我他同意同意第3个院长问我，好，早上你灵修的心得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每天都有灵修，但是就今天早上，因为要预备圣光的考试所以其实那我也可以把以前的讲出来但是我不行，我很诚实的跟院长说，报告院长，我今天早上没有灵修。这样子，我说惨了，哇，不晓得能不能通过能不能通过？感谢主圣光神院他通知我通过了所以我非常珍惜在圣光神学院的一个学习因为神赐给我，让我在当中来受造就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看彼得前书2章1到10节这个地方那在第1章里面如果你注意看第1章里面，会一直在提醒我们要过圣洁信仰的生活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付出了相当高的一个赎罪的代价进入今天第2章里面，进一步的要我们身为基督徒就应该珍惜这种用耶稣生命赎罪换取得到的恩典好，我们再把
1到3节再读一遍，好吗？请。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子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信仰跟一个人的生命成长是一样的啊，就是要成长，不能老是停留在婴儿期的一个阶段里面啊。那成长过程必定会遇到许多痛苦啊，而且这痛苦是成长的一个代价。就像我们看到一只蛇或者蚕啊，秋蚕那个蚕啊，还有蚕宝宝啊，蚕宝宝，还有毛毛虫啊，在这他们整个脱皮的一个过程里面，他们的成长必须经过脱皮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关卡啊。所以在第1节里面，作者很明确指出，要除去一切的恶毒啊、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些都是早期教会一再出现的现象啊。请注意，这里为将恶毒排在所有堕落信仰的最前面，因为这里指的恶毒，就包括一些偶像的崇拜的信仰行为啊。作者要我们读者知道一件事情：一个耶稣的信徒，如果对上帝不忠实，就会有许多不正确的信仰行为出现啊。因此，我们可以明白这里所提到的恶毒啊，就是要读者们保持圣洁啊，圣洁的心境。这种以圣洁的信仰的态度回应上帝拣选的爱，才是所有信仰行为里面最基本的。一个人若有圣洁的心灵，很自然的就不会有后面的诡诈、假善、嫉妒、毁谤的话的行为出现。第2节说出作者对信徒的一个期盼，要在信仰要有成长，这种成长的需要就像一个婴孩肚子饿的时候会吵着要喝奶一样不是静默不语啊，或者也不是有没有都无所谓的态度那这一年当中，我2个孙子照顾我就会感受得到当婴孩饿的时候，哇就哭啊叫啊，哇你一定让他喝到奶，一样让他喝到奶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这样的经验。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渴慕上帝的话？这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里讲到纯净跟第1节的恶毒是相对的。它的原因就是这个纯净是没有杂质就好像平常家庭使用的那个蒸馏水RO的那个还有这里所用的灵奶灵奶就是真实上帝的话语，所以只有用渴慕的心境来追求上帝的话语，才能够长大第3节第3节的经是引用到诗篇34篇第8节，这里提到的我们一起来读34篇第8节。来，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来说明一个基督徒是得到上帝救恩的人，因为在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一个得救的人，也是身上带有耶稣基督印记的人有一本书叫做《收刀入鞘》有没有人看过？这是比较早期的它内容是讲到一个叫吕代豪牧师的一个见证牧师的一个见证收刀入鞘那他出生年轻的时候在竹联帮，成为竹联帮的杀手杀手，年纪轻轻19岁到26岁就在监狱里面度过。台湾有
大概有38座监狱啊，他待过14间，啊，快一半了啊。后来就因为有一个社工写信鼓励他，并引领他认识耶稣而改变他的一生。他逐渐从黑道的组织啊，并且献身传道的工作啊。这位李大豪牧师，他也加入了那个更生团契的工作，希望帮助更多的人因着加入黑道能够被关入狱的受刑人，能够借着耶稣的力量能够向善向善这就是李大豪牧师他从杀手到牧师这后来这是他的家庭所以从李大华牧师的见证里面看到，你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一个生命的一个翻转，过去成为一个杀手的，进出监狱的，后来改变了，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而成为一个牧师牧师能够帮助人所以我们这3节里面，我们想一想，要用渴慕的心来追求明白圣经的话语，好使我们能在信仰上持续的成长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曾勉励当时的基督徒，一定要持续的在信仰上成长，不是老停留在初学的阶段，像一个永不长大的婴孩，那样对人的生命的成长并没有帮助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5章12节到14节来，请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道得有人将上帝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用这样简单的比喻，主要在说明一个基督徒要在信仰上面摆脱吃奶的一个日子，要学习吃饭才能在日日长大，并在信仰上成为很坚实的信徒。正是这样，如果一个人一直在吃奶，我们会觉得这个人没有长大，无法挑战重大的责任和功夫我们在信仰上面要日日的长大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要用上帝的话来反省自己有时候我们会停留在原地信了不是信了就好了有时候你信了就好了不是我想你信了之后只是在信仰生活当中一个婴孩，那你是否愿意能够成长茁壮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那有月卢牧师他分享他在教会查经班的情况他说不久以前有一位新来参加礼拜3上午查经班的姐妹她休息了跟我说，卢牧师我是最近才来查经班的，我是第1代的信徒。我听了之后很感动，就问他说你家住哪里？他说在汐止就是台北的教会了很远是坐公车来的礼拜3早上要7点多就出门，否则会迟到。我听了很感动，那个卢牧师听了很感动，但也随口跟他说，我们当中也有远从桃园中立来的，他们已经来了6年了。有位姐妹更远，从彰化园林来的，每个礼拜3清晨4点就出门，就为了赶上9点半的查经班的课那么渴慕上帝的话其实距离不是一个问题渴慕的心那这位姐妹刚出信，她家里面的偶像刚刚除掉
哇，这位姐妹听到有从桃园中立来的，而且已经来了6年，很感动。然后又听到一个姐妹从彰化园林来的，哇，真的，那卢牧师说你可以问问他，他说卢牧师，我们好渴慕明白圣经的话语，那其实教会就有成人主日学的课程，不用跑太远啊，可以在这边来领受来领受但是如果说你必须要出远门的时候渴慕上帝的话距离不是问题我记得我在牧会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到信义会去需要到信义神学院，在新竹的信义神学院修1年的课那我必须每个礼拜1就要去上课，从高雄到新竹坐高铁去我想说早上一早出发应该没问题，但是一早出发之后碰到什么？大塞车，新竹那个地方大塞车，我到的时候已经迟到了那院长跟我讲说你要前一天就过来我就前一天去住校，所以每一个礼拜礼拜天下午就北上住校，然后早上一早就上课我想可能我们都有这个经验渴慕我们来学习成长那上帝的话也一样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的心，距离不是问题距离不是问题。来，我们继续我们再把4到6节再一起读来，主乃活石，固然被人所弃的，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并不至于羞愧。”所以他们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就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絆跌，他们这样的絆跌也是预定的。好，4到8节这里这段经文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所引用的经文不但耶稣用过，那保罗也引用过，提到匠人所丢弃的石头成为房角石作者在这引用这个经文的背景，表示信仰就像一个非常坚硬的石头一般，可工作建造坚固的房屋的基础第4节讲到主乃活石将耶稣比喻成活的石头这是新约圣经里面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做比喻。会用石头来做比喻的，引用诗篇118篇22到23节主乃活石。好，我们来读诗篇118篇22、23节。来，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原本上帝的子民被人看轻藐视，但却在上帝的带领保护之下获得全面的胜利。这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拣选的对象并不是拣选的对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并非他非常的优秀、硕大或者杰出等等都不是，而是因为上帝特别的爱，且是无比的爱，没有任何条件之下的爱。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上帝既然拣选了就会一直坚守他所起初所拣选的诺言。第5节这里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16到17节这段话引进来看，会更清楚作者要表达的意思。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前书3章16、17节，来，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要毁坏上帝的殿，上帝必要毁坏那人，因为上帝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其实就像保罗所说的，每一个人的内心就是建造圣殿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和上帝连接在一起的石头，是具有生命力的，因为是以真诚的心灵在敬拜上帝，这样的心灵就是有生命的活力。当一个人若是用诚实的心灵在敬拜上帝的时候，这个人就像一个祭司，会引领人来认识上帝拯救的爱。那第6节，这是引用以赛亚书28章16节这边，我使灵工，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28章16节，来。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主要在说明，有上帝同在的地方就是神圣的地方，也是生命所仰望的地方。彼得前书作者引用这句话，就是要所有的信徒明白，耶稣就像上帝以前安置在耶路撒冷圣殿的基石一样，让进入圣殿敬拜的民众看到了上帝的拯救，得到上帝的祝福。第7节这里很清楚的将信与不信的人做个区别。信的人当然知道耶稣救赎的爱和珍贵，相对的不信的人就会拒绝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爱，因为他们不会觉得耶稣和他们生命有什么关系，也不会想要得到耶稣在十字架的救恩。那这个地方我想可能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我想这些有区别的。但是上帝的心意里面要把福音能够传出去那现在不信不表示未来不信所以我们信的人当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把我们所信的所领受上帝的爱能够分享给这些不信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福音的预工人借着耶稣基督救恩到上帝那边去，因为只有一条路，主耶稣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到上帝那边去。那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是否成为一个管道，让人来认识耶稣让人来认识耶稣那因为他们还不明白一个很重要，第一个你要先接触有些人根本不接触，就不听，就拒绝因为那个大环境的影响，特别我们台湾一样民间宗教信仰佛道教的问题几乎可能家族里面只有你一个好像是非常单薄但是我们有了上帝之后就不一样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把福音传回去，所以我们要传福音，因为很多人不信，尽管去撒种吧蒲公英那个撒出去让上帝来成全上帝来成全。有一次听到周连华牧师的一个见证他怎么信主的很有意思。原来周连华牧师不信主的，他很有学问跟他辩论你辩不过他，就是有一个姐妹要传福音给他他就会跟他辩论，把他辩倒，然后那个姐妹就生气了，他就生气了哎呦，这非常不礼貌顶撞冒犯这样子那会不会
更不愿意。不，就他们那时讲说，为什么这个姐妹那么生气？他就去看圣经，去寻求，就改变了。哇，成为上帝重用的仆人，感谢主。我那时候在802医院的时候，我在那边工作，然后他也有来医院里面来服侍哈，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真的要不管怎样，你的光景如何，如果你信主了啊，得到这个福音了，能够把主的爱能够传给人。第8节这里引用以赛亚书8章14节这边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这节也可以为活石做个注解因为活石可以成为依靠的安全的基石，也因为是活石也能成为拒绝上帝福音的人的审判的工具那这个讲到絆跌是排斥和拒绝好，活石。好，我们最后这2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上帝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那这段经文里面说出，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不信的人之间有极大的差别。作者以光明跟黑暗来表示，这是完全不同的境界，也是不同的结果。信耶稣的人就等于是上帝的子民，必定会得到上帝的怜悯。相对的，如果无法得到上帝救赎的恩典那这样的观点可说是早期信徒最基本的信仰的认知，也是今天我们共同的信仰的告白作者在第9节很清楚的提到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同样的族群同样的族群，都是属上帝所拣选的子民。在旧约时代，以色列民族他们自认为是上帝所特别拣选出来的族类，因为上帝亲自的拣选，所以才特别。作者在这里引用以色列民族这种自我认知来看所有的基督徒，认为这样的告白，耶稣基督的缘故，每个信徒身上都有圣灵所盖的印记。这种有耶稣亲自盖的印的记号的族群，才享有上帝国度的荣耀所以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基督徒都是一样，我们都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这是非常宝贵的，要珍惜。16世纪初发生了宗教改革的运动，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就万民皆祭司，并不是只有神职人员、宗教师才是祭司，而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都在帮助人认识上帝的救恩那圣洁的国度这里也特别是一个分别出来的一个团契，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所有的基督徒都聚在一起应该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团体圣洁的国度。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上帝就是光，也是相当灿烂的光，每一个拣选出来的人都会沾有上帝的光芒。你知道你身上有上帝的光芒吗？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8章12节。来，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好，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跟从主的。从此不在黑暗里面的，而得到生命的光。所以我们今天有读这段经文里面，会想到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宝贵，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当然要珍惜，能够活出。所以第10节，我们会看出身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身份的认同和差异。以前尚未认识耶稣，不是属于上帝的子民。现在因为是耶稣成为上帝的子民，连续也是怜悯是整个圣经的一个主题圣经作者告诉我们，人的生命有痛苦是因为罪的缘故，上帝因为怜悯人类生命的苦难，特别差耶稣降世来拯救人，而整本圣经就是焦点放在上帝的怜悯、上帝的连续这个主题上面，说明慈爱的上帝透过历世历代出来的仆人、先知、祭司等，包括拣选以色列民族来当他的仆人，最后差遣他的独生爱子降生到这世界上来，要赎回人的罪，所带来生命的苦难。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让人类也借着耶稣，也借着耶稣十字架把罪钉死在上面，并得着耶稣的复活的生命，使人的生命重新有创造的盼望。这就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连续所以我们最后我们要来想一想，要珍惜上帝的拣选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同工，有份于福音的事工。所以彼得前书作者在这段经文里，就是彼得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认识就是每个耶稣的信徒都是被上帝拣选出来的福音的仆人，这是非常珍贵的恩典作者特别强调，就上帝拣选我们，就等于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我想看这是何等的荣耀。而圣经也告诉我们，以色列民族原来被拣选的是为了要见证上帝的爱，但他们并没有将上帝的拣选的爱分享出来给所有其他的族群，反而因着享有上帝拣选的恩典，反而骄傲起来了，并且更糟糕的是，连上帝的话也不听从了。这也是为什么耶利米会一再的严厉指责以色列人背叛了上帝，更严重的，连上帝差派拣选的仆人、先知传递的上帝的信息，他们都拒绝听从。耶利米35章第15节我想以色列人的那种这个历史里面，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信仰的一个警醒我们来读一下耶利米书35章15节，来，我从早上起来，听我的仆人众先知去，我们个人要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而听。这是以色列人结果是上帝的选民成为堕落的一个族群，不但失落了被拣选的荣耀，还成为上帝救赎工作的负担这也就成为上帝改变拣选对象的主要原因。就像先知耶利米所说的，上帝就故意拣选巴比伦帝国来成为他的仆人在耶利米书25章8到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招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的居民，并视为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彼得前书第2章提到，我们应该重新来反省，这件被上帝拣选的恩典。所以我们得到这样的恩典是何等的荣耀啊！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是何等的荣耀！但是我们有没有珍惜？我想以色列人这样，本来是一个荣耀，上帝拣选，变成了堕落的一个族群。这成为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当要来反省的。我们是否成为一个堕落的族群，不听上帝的话啊？所以说的所有基督徒应该是君尊的祭司，上帝是我们的君王，我们是属上帝国度的子民，这是应该很荣耀的事情，应该好好珍惜。我们可以将这样的拣选成为上帝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特权。上帝给我们的何等的，但是这个特权不是用来骄傲的，像以色列人骄傲的，也不是用来图利自己的，更不是用来炫耀自己的特别，不是这个样子，甚至不听从上帝的话啊！我想，这也成为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当在上帝的话里面来反省的。身为基督徒，就像彼得前书说了，我们是被拣选的，不听从上帝的话，我们不要成为那个样子，可能有一些软弱，牧师也一样，但是我们愿意每一天能够在上帝面前求主来光照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来面对。所以我们被拣选是怎样？是为了要怎样？像以色列人拣选是为了能够把上帝的爱能够分享出去。这里是为了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才是基督徒的意义。上帝奇妙的作为就是上帝的怜悯。任何时刻我们该传递的就是这个信息让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因为上帝爱我们，才拣选我们，这一点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传的、宣扬的信息就是这个信息。上帝爱我们我记得我第一次进教会的时候是在世界新专的世新团契那时候在台北的景美浸信会里面周间的一个团契我是第一次被带领进到那个教会那个团契里面我想这是上帝的带领我本来不接触的，不愿意接触的，但是那一天我接触到了，进到教会里面来，看到弟兄姐妹一起唱诗歌、读圣经那时候应该是上帝找着我了我回应了我觉得我找着了上帝的爱找着了上帝。从那一天开始回去开始读圣经信主感谢主，一直记得我所接触到的开始信的初信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珍惜成为上帝的儿女的身份，一直到今天，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想你也相信，你过去怎么信主的过程里面那为什么会来到教会我会跟弟兄姐妹有这样肢体的关系，然后把福音传给人。我想这些都是上帝在带领我们，我们要珍惜这样一个身份为的是能够宣扬上帝的爱
求神来帮助我们，珍惜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何等欢喜，带领我们今天早晨，主你的话来激励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主啊，这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宝贵！主，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已经得着了这样的一个身份，上帝儿女的身份。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生命改变了，但这个环境没有改变，仍然有很多的这些问题发生。但主啊，我们紧紧的依靠主，借着主你的话，在每一天里面，我们来到主你面前，主你帮助我们，求主圣灵来充满我们，好来面对各样的一些挑战，好叫我们不再做那婴孩。主啊，能够成长茁壮。主啊，你使用我们成为主你美好的器皿，圣洁的器皿，为主所用。保守带领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可能有很多的困难险阻、病痛软弱，各样的事情缠身。但主啊，但我们抬头仰望主，主你爱我们，爱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主你在十字架上那牺牲的大爱，再次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主啊，我们再次寄居的日子里面，主你带领我们，我们跟随主，主你圣灵光照，让我们一生的路程能够为主所用，来荣神益人。是否带领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在主的话里面领受得着，珍惜上帝的拣选，成为上帝的儿女，为主所用。保守带领主你的教会高雄荣光堂，你使用我们教会在这个地区里面为主做盐做光，求主圣灵引领，求主保守带领，这样的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感谢蔡一文牧师用神的话语来激励、坚固、造就我们，也求主与我们同在，光照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更渴慕神的话语，也就是那纯净的灵奶，让我们快快的长大，让我们能够走在光中，活出基督。我们现在一起用回应诗歌来赞美、回应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一起起立。今天的回应诗歌在新灵粮诗选241首《永久磐石》。主我面具。
大家预备心，恭敬以金钱来表达对上帝的感恩。如果对奉献的意义不了解的，也就让奉献袋经过你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生活中丰富的供应和看顾，愿圣灵的保守我们常能知足，为我们已经领受的恩典献上感恩。求主悦纳我们的奉献，也求主引导我们能够善用众人的奉献，用在神所喜悦的事工上面。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请坐。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这边有一位是陈进会哦，是那个邵文。胡莫斌还有郑千然他们是从福建市中美国过来，然后在这里也成立了公司，这样我现在也是在大公司在服务。然后接下来回来了，做了4年，这次也是为了活动来到台湾，是我们欢迎他。这边有一位是陈静慧。静慧姐妹是我们教会是哪一位？好，谢谢，我们这欢迎接下来我们彼此问安，欢迎刚刚的这些新朋友一起加入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唱完一次之后，彼此拱手问安。我
渐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来啊。接下来有一些报告事项，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报告。首先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这边一起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同时呢，本周的主日呢，我们感谢台语堂的林志坚牧师以及我们现在华语堂的蔡玉文牧师来为我们正道分享。在主日之后12点40，我们会开始召开儿童主日学的校务会议，我们也请儿组的校长、老师还有辅导同工留步参加。下个主日3月29号是棕树主日，教会就要进入受难周，我们请弟兄姐妹预备心来纪念基督受难，并且我们也为在困苦患难中的人来祷告。第四，受难周祷告会将于4月3号，也就是星期五晚上7点钟来举行。我们的受难周的祷告会呢，将会以泰泽祈祷的方式来进行。我们也邀请弟兄姐妹预备心来参加，纪念我们基督的受难。原本4月2号星期四的祷告会就会跟这个周五的受难日合并举行。4月5日复活节主日教会，我们将会安排受洗，还有转入的礼拜。如果有意愿受洗或是转入本堂的福音朋友，或是主内的肢体，可以跟教会的牧师还有传道个别上初信的课程。我们也请弟兄姐妹有兴趣的能够洽办公室来报名参加。我们也从2月18号开始，除了每周日之外，4月5号的复活节主日，一共有40天的大斋期。牧师将于大斋期间每周三中午的11点带领禁食祷告。我们也邀请弟兄姐妹身体若没有其他的状况许可的话，来参加我们每周一餐的禁食。同时，为了要募集社会关怀的经费，以及配合大斋期间简约的禁食，总会社会关怀委员会有推动少一道菜多一份爱的活动，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大斋期40天当中，我们透过禁食节省的餐费，或者是节省一道菜的菜钱，我们可以来奉献，为总会社会关怀的仁爱捐款，也欢迎弟兄姐妹热烈的参与。这个活动呢，会配合教会大斋期到4月的第2周为止。同时第8点，我们请为教会最近陆续开办的活动，包括卫理神学院的自我认识课程，还有现在已经开始到第2周的红本门徒，以及刚刚开课的成人主日学，还有制服学院的课程等等，包括老师的预备、学员的参与，以及各项课程的顺利来带导。我们也为教会的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实体来参加我们每周4晚上的查经祷告会，在每周4晚上7点半，为教会的各项事工关心、守望、祷告。同时呢，我们现在总会建堂的消息，也请弟兄姐妹同心为总会宣教大楼所需要的建造款项来祷告，求主赐下充沛的资源来使用，也让有感动的弟兄姐妹持续为总会的宣教事工持续的奉献。同时呢，今年呢，我们看到第11点，114年的奉献正式的凭证
将陆续放到每一个会友的奉献袋中，作为年度申报使用，也请务必收好。有申请网络凭证总会仍有提供纸本，如果有疑问，请洽办公室。如果你没有拿到这个收据的话，麻烦你也跟办公室这个地方联系。最后一点，教会的成人主日学，我们欢迎弟兄姐妹到各班来上课。我们也期待新的一年，我们用研读圣经来活出生道的为目标，让我们透过学习圣经来活出新生命。开课的各班在这边有，请大家可以来参阅。牧师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补充？简单的补充跟说明啊。那感谢上帝刚刚我有去这个儿主的教室，有去跟我们的儿童跟这些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有参与。那我们的现在的孩子们越来越多我是说我们的教会里面的孩子，那而且他们也非常的热心在参与这些的课程，那甚至他们已经开始在背主导文也开始在背这个使徒信经所以我说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开始努力我们也要成为一个孩子们的榜样所以求上帝来带领，让我们也可以能够在这些的孩子们当中，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他们的一个学习效法的对象，我们自己在信仰上也能够在求长进跟进步。好，所以我们今年的有几个成人主日学的课程也欢迎大家来上课。那除了我们刚刚这个在周报上面所列举的这几样约翰福音，还有以西结书、提摩太前后书，还有腓立比、哥罗西书这些的课程以外，那牧师要特别为这个我们的诗班来招生我们的各位在我们每次崇拜的时候都会听到诗班的这个美好的歌声带领我们敬拜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时间上也可以或者是你愿意能够来学习参与在诗班里面的话，我们也欢迎邀请弟兄姐妹能够来到诗班当中跟这个弟兄姐妹一起来练习怎么样来敬拜上帝，透过你的声音来敬拜现在能够拥有这样比较传统的诗班已经比较少了，现在的教会里面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来关心这个事情。那如果有意愿的愿意能够要来报名我们的诗班的，那请跟我们的这个崇拜执事我们的这个天一兄或是跟我们的指挥跟我们的班长来报名，让我们可以能够来参与上课。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这个复活节即将要来到我们的4月5号，那当天刚好也是清明节的连假。那当然我们会很多人会疑惑说我们是不是教会里面没有在纪念这些的这个叫做我们的离开的世界的我们的亲友。那事实上是因为刚好是复活节期的时间，所以我们是带着对不起，带着盼望，对上帝带着盼望，对于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像没有盼望的人一样，我们仍然能够对上帝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仍然有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们会在当天会一起来这样的一个纪念。当然我们也可以纪念我们自己的亲人，但是我们相信在主里面，我们的亲人信主了之后，他们一定也在主里面能够享受上帝所赐的安息，所以我们当天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纪念的时刻，也让弟兄姐妹能够来纪念自己的家人跟亲人，让我们也能够有一些的参与在这当中求上帝来带领。那也为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我们的一些课程的准备来祷告，那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在信仰上我们更加的进步成熟跟成长，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往前走的基督徒，我们能够有上帝荣美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愿上帝来带领。以上谢谢。好，我们谢谢牧师补充报告。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同颂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一生赞美父子生命，三位一体，共荣共存，万有之
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赏赐我们丰盛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你恩典的里面日日成长茁壮，也帮助我们在信仰上更加的坚固。靠你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你在工作、家庭生活上都一切蒙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的事工来代祷。周报上的主日信息的默想，也请大家参阅。同时，如果弟兄姐妹里面有病痛的、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来电，牧师会为大家来祷告。